在大学迪恩热舞社的同学搭配带你飞翔歌曲，展现青春活力的舞蹈，传达对台湾深入与华航60周年庆的礼赞与祝福。今年是第3年，我们再度呢替华航打造国庆的这个花车的设计与制作啊，我们再度发挥呢我们大一大学师徒制的这个精神，老师带学生，然后学长姐带学弟妹，然后打造纯手工的这个展现呢高度的这个人文美学工艺的这个精神。造系助理教授刘淑芳表示，今年是华航成立60周年，花车主题设定为华航60全新购，台湾要飞国运通，以 Q 版 A350 飞机搭配直航城市知名地标，以及传统服饰造型的娃娃，展现华航带领大家遨游世界，将台湾优质形象推向国际舞台的用心。负责做花车的部分然后现在最麻烦那时候最麻烦的时候是在搞定它机械的部分，就是要去了解电机还有电还有机械部分，就是会花很多力气去研究。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完全是大部分都是大三来完成的，所以我们会跟学长姐做一个传承的概念，所以非常荣幸，也谢谢学长姐这样教导我们。这是负责花的部分，然后我们采用就是百合的它的百年好合，就是它的花语，然后还有樱花，樱花就代表了幸福。那还有一个是蝴蝶兰，就是台湾的蝴蝶兰。那因为蝴蝶兰它比较像蝴蝶的那种样子，然后在空中飞，那就代表着那个幸福就像你飞来这样。我们这次负责是东京铁塔，然后它这个比例大概是20:1的部分，然后它比较困难的，我觉得应该是它的颜色，它的色彩的一个搭配，就是因为可能一开始我们是想说色彩做一些微调，但是后来想说，这是一个华航的一个表面，就是光鲜亮丽一个表面，所以就是用一些比较纯色的颜色去做一个搭配。大一师生发挥老师带学生、学长姐带学弟妹的德国师徒制精神，展现人文工艺美学。8日下午国庆花车预演首度亮相，一出场就成功吸引现场目光。